昨是元宵暝，总统蔡英文去到台南，为今年的台湾灯会指定拢来台湾参加点灯的仪式。另外，站台南的咸水蜂仔炮嘛是真热烈，不过所有传出至少59个民众互炸着送上病院，加载是拢无啥物大问题。3、2、1。 22公尺宽的主灯用来台湾气势真好。今年到台南建成400年，台湾灯会登到台南，现场差不多是20万人。加上伫高铁灯区，包含主灯都有3大灯区，面积有28公顷。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拿起手机拍拍照片、影片，上传到社群媒体，多多帮忙宣传，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台南。 赏花跟看赏灯。另外，也有2月初就已经开始的平安灯区，共款展现台南的在地特色甲文化。这摆500只无人机展现，全由台南在地团队规划呈现，已经有40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今年台南咸水蜂仔炮都是假日，人比以前更较济，2天2暝活动，一个炮声连续一直炸。 每个路口客运游客，真侪人穿安全装备，徛伫上头前，感受蜂仔炮独特魅力。不过今年有未少人受伤，至少59人丧生。反正就是在人群里面，这个边风炮就碰，刚好这边爆炸了。我第一次来，好像来朝圣一样。台湾土城奖统乐里门圣母庙昨暗时有超过50万人到阵闹元宵，传统风俗变春牛，互活动进入上高潮。 大家小姐抢春牛脆片，煞原地受拍，警方马上向前压制，传回管束。不过，大家游玩是真欢喜，闹热赢元宵，就办发360度宽票高空烟火点到台南夜空，互平常看甲目睭白亮灯，也为今年元宵留入欢喜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昨元宵伫台东的炸邯郸爷活动嘛是轰轰烈烈，对透早8点开始就咧放炮啊，吸引真侪当地民众甲外地游客去斗热闹。透早8点外，台东市区都开始放邯郸爷。邯郸洞8个肉身邯郸爷赤木体轮流徛伫桥顶，伫店面外口西接受世界大来的炮啊献礼。听讲扮演邯郸爷替身，互人帮，规年拢会真好运。 蛮好的，炸完就好。为少民众甲游客特别来观赏，也有人开直播，甲现场闹热的气氛传互伫外地的朋友，分享台东元宵节在地民俗活动。你会怕吗？我不会怕，会不会怕？不会。我带来好运。今年是2年，民俗认为是一个好年。搁再讲，即摆民间感受到疫情影响愈来愈细。今年元宵节，台东献武洞甲邯郸洞，伫台东县拢总有28场接受店面邀请，帮邯郸爷活动比往年拢较济。比往年多太多，尤其是疫情过后。今年我们特别邀请那个邯郸也来我们这边站，然后共好啊，那希望大家。 能传承台东的一个文化。台东县元宵节民俗活动24甲25会进行2天绕境祈福，拢总有67个阵头队伍上街路绕境。警方这届是派500外个员警，也甲义警指挥交通，呼吁民众只要指挥西路通行，较袂塞伫路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 年代旅游逼出甲旅客放混照的争议，不过这用来保障旅客权益的旅游保证险，煞要到20档拢无调整过，也因为部分要出团的费用已经起甲真悬啊。关公司有按算要甲旅游保证险的标准有关，只是这保险费要安怎算，也可来讨论。过来是自由时报。 有一个对新加坡来的网红，月初到高雄哪行哪直播，说互一个富人人甲欠家两乌白妹。不过即马去互警方查出来，这个富人人根本就是网红叫伊的助理班的自导自演。警方表示，散布假消息可能会依照社会法来甲因追究。落尾是联合报，20多档前，台大甲台科大拢宣布要去新竹迪北起分校。 到即马拢还没有建设，这学校预定地周边的这厝价是高直直去欠悬起哩。学者就表示，虽然大学要起分校会当帮助地方发展，
不过，说好民众都爱来承担厝价悬的问题。来看台积电伫咧日本新本的工厂正式开幕。台积电的创办人周忠武就表示，台积电伫咧日本设厂会当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嘛会当进一步来发展半导体产业。因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嘛宣布要补助台积电伫咧新本起第二间工厂。台积电日本新本一厂 JASM 以无到2年时间，真紧兴建完成，将伫台湾元宵节即天举行开幕仪式。当署长刘德音伫台顶讲到关键的原因。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The forward-looking investment policies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rucial to JASM success in creating a competitiv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 hope and I believe also start a renaissance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 Japan. 台积电创办人周忠武看好日本厂，是因为得到当地政府真大支持，加上4760亿日票补贴的资金真紧到位。尽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无到场，不过也经由有录影片送出大红包。引き続き予算、税制、規制改革などの支援策をスピーディーに実行してまいります。その具体例として、JASM の2号棟についても支援を決定しました。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投资台积电新本二厂，身为台积电股东兼客户的索尼集团总裁也讲到台积電到日本設廠合作的關鍵。CCUA さんから日本での生産を検討していると、それに協力してほしいと、そこから3年1ヶ月、今日のこの開所式を迎えたことを大変感慨深く思います。开幕典礼开始之前，公司新闻团队专访日本半导体建筑推进议员联盟会长菅利明，新闻一直邀请台积電到日本設廠的重要促成的人，伊講日本半導體產業要有晶片製造力，才袂受人牽制。作って供給できる側か、供給してもらう側かで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の国の力関係、地域の力関係が大きく変わるわけですね。ですから日本は作って供給する側に回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对着外界有期，台积電新本一廠雖然是成熟的製程，不過未來隨台積電在日本擴廠，有可能選做先進的製程，也引起外界煩惱，是不是個台灣烏空氣？制程已經在開始做一些研發跟設計了，所以這台灣最先進的已經是在台灣，所以這個是錯誤的解讀。考慮地緣政治的因素，台積電展開海外布局，新本廠拿就軍頭部呼應客戶需求，對着日本重回半導體用遙遙幫助。記者綜合報道。最近有愈來愈多項市售食品查出這內面的番仔薑粉有摻着會致癌的蘇丹紅色素。台中市府嘛，閣宣布金安記食品廠的鹹豬肉乾甲鹹豬肉絲，攏有摻着這種番仔薑粉，趕緊通知15個縣市的衛生局來甲這個產品落架。公司大門鎖起來，7點0也無人來應。台中市食安處擴大追查，抽驗問題的番薑粉，發現林井區金安記食品廠有限公司敢若有進貨。經過檢查發現，紅番薑粉的原料甲進前新北市所查到的配合無同。不過有人該抽驗送去檢驗，結果23節結果出來啊，確定檢出蘇丹色素3號20 ppb。有關的住戶聽到也驚一個煩惱食安的問題。我覺得會擔心啊。這個肉品應該要嚴格把關吧，我就會盡量去避免啦。係啊。食安署講，金安記食品廠有限公司北向新北市保險企業有限公司採買325公斤的紅番薑粉，已經使用其中73公斤製成鹹香的豬肉乾加鹹香的豬肉絲，產品總重量是6739公斤，銷售範圍佇台灣本島也有金門這15個縣市，政府已經通知各縣市衛生局協助當地業者來回收。抽驗送第三方公正檢驗單位檢驗，檢驗結果出爐，確認檢出蘇丹色素3號。該食品廠已通知下游42家業者進行下架回收，食安署將持續追查違規品項，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市府強調，金安記廠方已經通知下游42間業者回收，其他還未使用的違規紅番薑粉的原料，已經退運新北市源頭的業者，並且另外提供專線電話給消費者來退貨。
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的路口，有一搭建案的工地，昨日暗时发生路面凹落去的问题。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目前这相关的数据拢正常，已经赶紧甲地基吞转去。市府监管处嘛，按算伫今仔下晡就甲车路拢整理好势。大型工具机现场工作人员加紧脚步，现场持续回屯阿摩图。伫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交叉路口的这个工地，23暗时9点外发生地基塌落去的事件，影响4台车车去，好在暂时无人伤亡。现场看起来范围有4公尺长、30公尺宽，深度1.5公尺。周边的住户透早嘛来关心，会担心一些呀，都连在一起的。所以怕说影响到对面这里。有啊，当然担心了，大家都很害怕。临近的这个地层发生问题，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怕。当然是希望政府能够做这方面的这个措施，当然是最好。有住户住伫工地隔壁，嘛惊受影响。希望政府做地质安全性评估。目前了解，塌落去的原因是内部支体力无够，造成外渡沟边的路面塌落去。前进指挥所各局处持续台面处理。市长张万安早起嘛到现场过来视察。就只有在大家所看到地面塌陷处这一侧东侧，超过15公分。那在西侧、南侧、北侧，目前比对的监测数值是正常而且也都没有地面塌陷以及临房倾斜的状况。基地内的导沟的部分已经在下午1点半完成灌浆回填的作业，导沟的外侧跟围篱之间的灌浆，然后预计大概会在4点半到5点之间完成。希望在明天下午可以把道路供民众通行。台北市监管处是讲，这个案违反建筑法，已经随下令停工，各罚18万。后续施工计划爱经过相关工会审查，确认周边地质安全无问题，才能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昨新北市10指一栋社区的大楼发生火烧厝，加载是拢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经过消防人员调查，发现是一个电动奥多麦电池咧充电向烧起来，造成火灾。专家嘛提醒大家，电池都唔通充电充上久，也是用到要打底啊，才要来充电。若是电池有伤烧甚至变形的问题，就要赶紧换起来。消防车停伫下巷路，拍火电响布水线，社区一户主体火焰一直呛出来，消防员派人上楼疏散厝内5个人，好在无人伤亡。他过年前有买那个电池充电嘛？这个烧起来。警报器响啦，然后冒烟，就开始通知消防队，然后消防队很快就到了。火烧着碰椅，烧甲规个屋去破去，搬去厝外回收。新北市10指这个社区大楼，24早起10点外，主体4楼烧起来。消防初步调查，厝内充电的电动车锂电池向导火烧起来，厝主用灭火器灭火。消防到位了后，现场火焰也是真大，甲电池浸水降温，搁甲火焰赶紧抽出去，紧和通风。锂电池的部分就是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它不要过充或过度放电，避免它做有一些碰撞或挤压，这样子的锂电池会比较容易有失控的现象。那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锂电池是正常情况下，其实使用是安全的。锂电池它反应的时间，它只要还没有反应完，它都会持续烧不断的反应，它会不断的发热。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它只能用大量的水去降温所以锂电池本来在救灾上难度就很高锂电池无正常发烧，外观碰起来破去。新北消防局提醒，继续使用有风险，爱避免弄着剪着，过度充电放电。因为消防专家嘛讲，锂电池若导火烧起来，要拍花较无简单。有锂电池的车3C设备使用爱加注意，若是无好好运用，拢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第一条捷运第1期南线的开发案，拢算是通过环评的组审嘛。全线拢是高架铁路的设计，有8公里外，会设置10个站甲1个机场。台南市府是按算2026年第档开始动工。六大都市内底捷运建设规划较慢的台南市提出头一期南线开发案，拜5伫环境部进行环评的审查，全线长8.39公里，3个高架式，会设置10座车站甲1座机场，经过永康区、东区甲林德区，最后初审过关。
第一阶段通过这个环评是一件大家所期待的事情，希望能够早日能够走完程序，赶快发包。案件也搁送环评大会来审查。台南市府是要拼2026年动工，对着台南市假日时阵人有愈来愈多情形，民众希望讲这捷运会用早日来开通，也过要人烦恼时间的期间会有这个交通的黑暗期。是蛮期待，因为大众运输也是蛮方便的啦。多捷运就是可以多几种选择这样子。限缩车道还算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这边的违停也很严重啦，所以你限缩车道之后又违停，那大家怎么走？由机场所在地就伫卫福部刑勘病院附近，伫前一摆审查时就环评委员接机，时间所产生的二氧化氮浓度伤悬，烦恼的危害就医民众健康。也若开发单位是回应，已经拜访周边的医疗机构，已经同意啊。23通过初审了后，环评委员有3大要求，包含爱保证树仔时间期间无了着查到面积无超过1公顷，补强污水处理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昨文化部举办台语 flow 生活节，现场有台语文的剧场表演，讲囡仔歌等等，要来推广台语。现场文化部公司台语台嘛参2间民间的儿小电视台签合作的意向书，要共同来开发台语文的儿小节目，传承母语。我就知啦，大家少加意我的歌声，拢听到十分之美。左红车剧团演出台语的舞台剧，台下的大人囡仔看了笑嗨嗨。周边也有台语文相关的市集通踅，这是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这大人囡仔拢来参与。伊等下伊家己会讲哦，伊看袂字看无，但是伊讲会家己背起来，然后念互我听安尼。自细汉就教，其实是上囡仔是吸收上济。大家拢来讲台语，错咯。要传承母语，囡仔是关键。伫现场，文化部公司台语台也参2个民间儿小电视台，签儿小节目台语主流化共同合作意向书。透过电视节目，让囡仔有较侪接触台语的机会。即马所有的电视台拢有法度双声道、3声道，对无？全世界 OTT 10几种语言拢咧讲啊。咱有法度，互咱的囡仔的节目本土爱增加，但是外国的节目，若伫台湾放送的时阵、播送的时阵，嘛爱有好的台语配音啦。未来会先按漫画会配音合作。搁进一步会做节目的合作。初期就是讲，咱先按配音开始，包括台语指导，包括迄个台文的翻译，会当互伊较水开咧。所以这是未来第一阶段的合作。公司台语台表示，目前台语台有台语配音版本的派对卡孔明、间谍办公会啊，拢引起各界真大的关注。未来参2个民间电视台会为外来节目配音台语开始，落尾发展到共同制作台语儿小节目等等，做阵推广台语。记者郭文定、玉凯台北报道。咱过来看高雄的黄色阿米亚吸引真侪观光人阵，这展期就到今仔日要结束啊。昨市府阁有举办一场150只小小阿米亚的游水比赛，嘛吸引真侪民众去看，倒一只游得较紧。喇叭声响，黄色细只阿米亚向前冲，350公尺长的河里，互15000只细只阿米亚占去，规个河面拢照细只阿米亚，民众讲看得真心色。不过伊的魅力，原来吸引几多万人到场。变多了，好玩。哦，好累啊！周边活动有啊，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设施也好啦，还有活动都比较多啦。对啊，在交通也比较方便的。感觉还蛮棒的，就是办的也不错了。为咗家长为了互囡仔看这个细只阿米亚比赛的画面，互囡仔坐伫肩架顶。不过嘛有民众因为无占到好位，看不到细只阿米亚比赛，一直讲真可惜。在这边看不到，我们有看到大只的。大老桥现在真的暂停进入的人已经太多了。现场人阵和规个大港桥拢客满人，搁要禁止人员搁再上桥。其实真的也不晓得说下次再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许10年后也说不定。
市政府讲，15000只细只鸭米啊，初步拢伫炸油所内，边仔有工作船台面得高，有信心袂外流任何一只细只鸭米啊。后续这细只鸭米啊，洗清气了后，会送互偏乡也是较弱势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元宵看花灯，伫个新竹有一个老师，嘛是文化局的义工，伊用一张纸做出创意的环保古仔灯，伫个网络公开要安怎做，互大家看介意，会当家己动手做看卖。龙的这个毛有没有鬓角啊什么，你就让它有一个立体，把它折凹下去。专心听老师教安怎做出更加好看的古仔灯，趣味的设计，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而且比外口卖古仔灯加真环保。哦，搁好看，搁简单，搁大家有成就，做了有真正欢喜。当然嘛是家己做较水啊。那一般我们纸张要做立体，平面要做立体，你可能在弧度的上面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要让它有一个拉力，然后靠近在额头上面，你会撑住，让整个龙的造型、龙头的造型站立起来。所以这个困难度就是在立体的部分。透过一张纸、一支笔，豆豆画出龙造型的人，是已经有30年设计 DIY 古仔灯经验的林丹恩老师。当初时开始有这款想法，主要原因就是希望民众除了会当家己动手做，更加提醒大家环保的重要性。都是用环保的这种材质，所以像我这现在一系列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所以你只要一切开之后，你不会浪费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还会激励说你自己去做设计。做好的古仔灯挂在头壳顶，看起来唔那趣味又搁特殊。老师讲，未来继续发挥创意，创作出更加多趣味的环保 DIY 古仔灯。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2024的巴黎奥运7月26特别起稿，为了要配合这减碳的目标，包括水上这运动场馆2个场馆上万的座位拢是用回收的塑胶本塑材制作的，希望会当推广落实永续使用的环保理念。为了减少这届巴黎奥运比赛的碳卡价，法国一间伫2018成立的新创公司，透过环保建筑甲回收公司的合作，加100栋回收的无路用塑胶，造成11000个观众席的座位，望互2024巴黎奥运成为绿色奥运。Plus de 50 recycleurs avec qui on travaille, qui récupèrent les déchets, qui vont les trier, la poubelle jaune. Donc vous avez tous vos déchets d'emballage dedans, ils vont les trier et séparer les différents plastiques. On va récupérer, nous, plusieurs formes de plastique, mais surtout ceux qui sont incinérés ou enfouis. 这个回收的塑胶洗过加萃做釉粒啊，再经过分类，就会当利用热压缩的技术，做成卡10层固定的面板，再用来做各种的家具，包括巴黎奥运的观众席，11000个回收塑胶做的观众座位，分别装伫个要举行羽球、韵律体操项目的爱迪达竞技场，还有要举行跳水、水上芭蕾、水球这项目的巴黎奥运水上运动中心。Le pavé, on est très fiers d'avoir réussi à faire ce projet, très fiers d'avoir pu développer notre start-up industrielle en une vraie industrie aujourd'hui d'un matériau durable. 巴黎奥运水上运动中心是伫巴黎东北部的塞纳圣丹尼，这届做回收观众座椅的塑胶，有8成是为当地来的，还佫动员当地的学生参与，希望培育后一代减碳爱地球的理念。这届的巴黎奥运伫7月26至8月11举行，主办单位也鼓励民众伫奥运期间加坐大众运输工具，希望这届奥运的碳排量会当比进前几届减少一半。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16度，中部地区13度至25度，南部地区14度至29度。东部地区15度至24度，有外岛地区8度至1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